弟兄姐妹平安，周间信息题目：敬畏你的名。圣经诗篇Orit Paulus ilaku 6之方只在古沙发ilaku之在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。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Tapangau na nai pasifana en isu kaku tu rarakatun aku alalan wo tarusu en aku ku salin isu na nai pasifana en isu kaku tu nika sama a nen ku bi sarucut mangutu i disuanan。敬畏神就是对神的话战战兢兢，意思是即使我们觉得不合理或无益处，仍然会顺服；即使对我们有损，仍然是顺服。当我们往往只有看到有好处时才顺服，而旧约圣经的亚伯拉罕不是这样，他没看见好处。亚伯拉罕的顺服是即刻的，之后他花了3天的路程到达神指示他的山。为什么神不选择一个近一点的地方呢？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走3天的路程呢？我相信是神要给亚伯拉罕时间仔细思考，让他有后悔的余地。当你听见神的声音而立刻采取行动是一回事，但随着时间的消逝又会如何呢？如果3天后你听不到任何神的声音，这时你望着这座山，知道自己就是要在那里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毁灭，这时你又会如何呢？然而亚伯拉罕终于爬到山顶上，筑了一座坛，将他独子以撒捆绑了，就举起刀子。突然间，耶和华的使者呼叫亚伯拉罕说：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留下不给我。神怎么知道亚伯拉罕敬畏他呢？因为即使当亚伯拉罕不明白时，依然顺服神；即使对他有损或没有益处，他也都顺服。当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心意，超越其他一切时，神便知道，我可以向这人彰显自己，并倾心图意与他立约。亚伯拉罕敬畏神，神与他亲密，与他立约，要赐给他大福，赐给他迦南美地之福，也赐给他许多后裔。他的子孙要占领仇敌的城池，得着仇敌的城门，成为得胜者。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，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。神也与我们这些敬畏他的人立约，要将属灵的迦南美地赐给我们，就是神全主全丰的本性和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敬畏耶和华是指爱神所爱，并恨神所恨，对神很重要的，对我们也变得很重要；对神不重要的，对我们也变得不重要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以神的愿望为愿望，以神自己和神的心意为念。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向他们启示自己的约的奥秘。诗篇说：我必存敬畏你的心，向你的圣殿下拜。
我们存敬畏的心敬拜神，亲近神，存敬畏的心顺服神，遵行神的真理，神就将他丰富的同在、荣耀的同在赏给我们。神也与我们越来越亲密。当我们经历与神的亲密关系之后，就会更加的爱他。我们会喜爱这位向我们显现的永活真神，而不只是头脑认识的神。虽然知道关于神的事，但并不是真正认识他。所以以赛亚说，因为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敬畏我，不过是领受人的丰富。人可以表面上亲近神，心却离神很远。心中敬畏神，并爱他超越任何人事物，才能真实进入亲近神的领域。这不仅是外在的行为，也包括内心的动机。宝贵神的同在，立定心志要贴近神，并明白神的心意，也要全守神的命令。敬畏神是打开神丰盛救恩宝库的钥匙。敬畏神是打开神智慧和知识宝库的钥匙。敬畏神也是打开神心门的钥匙，可以进入神的心，与神更加亲密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。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可想明白你的道，让我们的生活就是要照你的真理行。我们唯恐自己不够敬畏神，所以求神保守我们能专心敬畏神的名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你在这的心上。
is a